参加黎明上第5课啥？靠在扣3无，我是咧看伊捌甲无捌看一个。靠在扣3扣。弥勒祖师3课。弥勒祖师3课什么？靠在扣3扣。来过一扣。来过一扣，就是哎，你算的时候你们不会，你是平安冲销。给传师、寇老师、全人大众一礼鞠躬，抬头。起。座仪，参加礼毕鞠躬。咱座椅的动作我们看，咱执行完对，基本上是对，可是就是说拜起来没有那么庄那么庄严。咱做个咱咧进行或者是爱沉静嘛，所以咱做动作也要练分对，但是咱来个做较静看的安尼会较庄严。比如讲咱听着座椅的时阵咱双手，咱这手嘛安尼飞来飞去像咱一飞咯，咧拜拜像好起啊。其实不要，就是很自然，听到座椅的动作，座椅，安去了牙到这，牙到膝盖这，就咱就包开，牙到，右手在里面，左手在外面，很自然就包起来这边，卖我人行咱就免等下做白，安尼做艰苦，咱就安牙到咱的嘛是真正前关节处，左脚踏出去，左手按在左脚的大腿，右手按在外边，握切。因为咱安尼手也较袂整着，拜点嘛较袂叫出去，安尼这个动作爱做出来，较好看，较一致。因为咱教的动作就是安尼，每一个人拢安尼做，咱动作全部一致，很好看。安尼左脚伸回来，咱来开，动作对，牙到咱的目睭前这所在，咱手牙目睭前这所在，听着无扣手，参加运上面无扣手，咱打咱的食指，咱无名指对无名指，剩落地。免按去别个剩落地安尼，这个食指对小拇指，4、4、2、2、安尼对起来做自然的，安尼拜的时阵就移口，咱手要摇开，望惊迄个手掌咧唔好看，摇移，这高度移口，咱脊椎要动，咱脊椎动的时候，起来就是点灯运动，移口再扣，听着扣到大咯，移口再扣3扣4扣5扣，咱一个扣5扣手时，咱到5扣收一下，3扣收一下，来1扣1扣两边，甲1厘的时阵，甲1听着1厘，再从1厘，再收起来，头仔等下1厘，听着起，咱手要举到这嘛左脚再踏出去，左手按在左手上，这是正确的动作。因为咱准备啦，不是因为咱来做好健康，安尼起来咱动作都一致，而且又有一个庄严。